大家好啊！今日想同大家分享さ同埋み。呢兩個都係一個字尾嚟嘅，佢係愛嚟擺喺一個形容詞嘅後面，就將佢變成一個名詞嘅。既然兩個都係名詞，會有咩唔同啊？咁我一次過講下佢哋點轉啦，同埋點用啦，然後再舉例睇下啦。咁首先轉法方面係點呢？如果佢係一個 E 型形容詞咧，咁好簡單啦，你攞走個 E 轉さ，咁譬如高い就變成高さ。如果佢係一個拉型形容詞，咁將個さ直接加落去得啦。例如真剣就真剣さ。然後咪又如何咧？E 型形容詞一樣啦，攞走個 E 變成咪。高い就變成高み，然後拉型又直接加個咪喺後面啦，就真剣み。跟住到佢哋嘅意思功能啦喎。さ咧就係愛嚟表示嗰個形容詞嘅程度係有幾高、有幾深、有幾大、有幾強。翻譯就係唔係絕對用呢個方法嘅。但係你可以理解為幾多度啊，幾多點啊，幾多 cm 啊，幾多磅啊，呢啲就係個度啦，呢個就係個程度嘅深淺啦，強度啊、熱度啊、高度啊之類啦，總之同個度數有關。而咪係咩咧？咪就係愛嚟反映翻嗰個形容詞，去體現翻嗰個形容詞嘅項目嚟嘅。翻譯就係一樣啦，大部分都認唔到噶啦。但係你可以透過理解為乜乜項啦、乜乜處啦嚟到理解啦。點樣可以體現嗰個形容詞啊？就係透過呢一項啦。好，就咁講完之後都應該唔明噶啦吓。咁我哋具體啲睇下。以呢個強い為例吓，強い就會變成強さ同埋強み，咁有咩分別啊？睇下啦喎。フリーザ大王の強さは53万だ。フリーザ大王の強さは53萬だ。即係菲利大王嘅強度係53萬，咁即係話呢個就係佢嘅度數咯，佢嘅強勁嘅度數咯。你用探測器嚟測嘅話就係53萬點，53萬度。咁強み又如何呢？フリーザ大王の強みは3段階の変身と生身でも宇宙で生きられることだ。フリーザ大王の強みは3段階の変身と生身でも宇宙で生きられることだ。咁今次就係菲利大王嘅強項或者強處，就係佢嘅3階段變身同埋以肉身喺宇宙空間生存呢兩樣嘢啦。咁呢兩點咪就係菲利大王顯示到佢強勁嘅項目咯，顯示到佢厲害之處嘅項目咯。所以呢個就係叫做強項啦。咁我哋透過強さ，我哋就知道菲利大王係53萬點嘅戰鬥力，咁好勁喎。但係咁究竟佢嘅強項喺邊呢？佢強在有啲咩唔同嘅呢？同其他人暫時唔知，我哋淨係知道真係好勁。強み就唔同啦吓，透過強み咧，我哋就知道佢有兩個強項係其他人做唔到嘅，就係體現到佢強嘅地方就係佢識得變身，佢能夠喺宇宙空間生存。咁呢個就係強大嘅項目
現啦。好，咁我哋又以痛さ做例子啦。10を満點とすると、足の小指がテーブルにぶつかった痛さは100だ。即係話以10分做滿分嘅話咧，腳趾尾撞落去張台度嘅痛楚咧係100分。咁我哋就知道呢個痛さ其實就係講緊呢個痛嘅程度啊、數值啊、亮度啊係幾多啦。雖然佢冇一個標準嘅一個單位，你都係抽象地1至10啫，但係你可以知道個程度就係哇100分疼痛啊，痛到嘟咁啊。咁然後我哋以痛み做例子咯。好，我哋睇下我哋偉大嘅培恩講咩先。痛みを感じろ。痛みを考えろ。痛みを受け取れ。痛みを知れ。好多謝培恩。咁培恩所講嘅痛み係咩呢？就係表示呢個痛楚嘅項目啊、事項啊係咩啦？點樣可以體會到呢個痛楚啊？個痛楚嘅項目係咩啊？例如啦，就係失去親人啦，失去你嘅故鄉啦，被你嘅朋友背叛啦，被全世界討厭啦之類，呢啲就係個項目啦。所以佢唔係一個數字嚟嘅。咁所以如果用咗沙嘅話咧，就係愛嚟表示嗰個形容詞嘅程度啦，係同個度數有關嘅。み就係愛嚟呈現啦、體現嗰個形容詞嘅一個項目，就係同個項目有關。明唔明白個分別？明白嘅，我哋下次見啦。